我今年80幾，身邊嘅老友，有啲已經唔喺度，有啲仲精神奕奕，日日飲茶旅行味都酸，講起嘢嚟仲中氣十足。同一個年代出世，同一間學校畢業，同一個時代捱過你，捱過60、70年代嘅艱難，捱過80、90年代嘅打拼，點解到咗呢個歲數，命運會分得咁開？有啲人80幾仲行得喐得記性清晰，見到後生仔都話：你哋而家真係好命。有啲人60幾就開始行路，要人扶記性，一年不如一年，成日對住個電視發呆。呢個分別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而係喺65到75嗰10年已經悄悄種低咗個因。如果你今年仲未到65，恭喜你，你仲有時間試部署。如果你已經過咗65，更加要睇落去，因為你今日嘅每一個決定，會直接決定你80歲嗰陣係坐喺茶樓同人講古仔，定係坐喺屋企俾電視睇返你轉頭，先俾個讚我呢篇文章收埋佢，當係俾自己一個承諾。2年後再拎出嚟睇，你會多謝今日嘅自己。我諗咗好耐，都問過唔少醫生朋友，佢哋話65到75呢10年係一個人一生入面最關鍵嘅10年，身體嘅器官開始緩緩衰退，但仲未去到力不從心嗰個地步過得好，你嘅身體會落定一個穩陣嘅根基，撐得起之後嘅20年。過得唔好之後嘅路會越行越辛苦，一年差過一年，呢個講法其實唔係咩新鮮嘅醫學發現，已經幾千年前已經講過。你唔使睇醫學報告，翻開易經頭2卦乾卦同坤卦，你就會明。我依家話俾你聽呢2件事，我點樣睇住身邊嘅人，一個做到，一個做唔到，佢哋嘅晚年行出咗完全唔同嘅路。你聽完可能都會想起自己身邊有冇呢2種人。易經第1卦乾卦講嘅係天，天點運行，日出日落4季交替，春夏秋冬，年復一整從你冇停過一日。太陽唔會話今日唞日唔升起，四季亦唔會話今年跳過秋天。所以有句話叫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。於是君子做人要好似天一樣，唔可以停低，要不斷向前，不斷運轉。好多人一聽到自強不息，就以為係後生仔嘅事，同退咗休嘅自己冇關係。我有個老友叫白全，我哋相識咗成40年以前，佢做貿易生意，成日周圍飛人又爽朗，識講又識笑，飲茶台上通常都係佢做主角。退休嗰年，佢成日話捱咗成世，而家終於可以乜都唔理，唞返舊本。佢真係做到乜都唔理，屋企電視日日開朝早，開到夜晚，成日瞓喺梳化度，連茶都玩得出街話，叫外賣送到來仲方便過行出去。頭1、2年佢話幾寫意，成日話呢個先係人生。但我留意到佢越嚟越少出聲。以前飲茶佢係主角，成枱人聽佢講古仔，後尾佢由主角變成觀眾，成日就係哦係咯係咩，成個人好似冇晒火。有次一齊食飯，佢連間茶樓叫咩名都諗唔起，要諗好耐，仲要問我哋呢間叫咩嚟㗎？我哋成日嚟嘅嗰間。我哋望住佢一時都唔知點答，佢自己都覺得奇怪。執埋眉話，以前呢啲嘢我閉埋眼都記得，而家點解會諗唔起？我冇同佢講穿，但我心裏面明，唔係佢老虎肚咗咁簡單，係佢個天停咗轉。一個人日日對住電視，冇乜社交，冇乜要諗嘅嘢，個腦好似部機器，你唔用佢，佢就慢慢生情。睇到呢度，你望下你身邊嗰個，你老公、你老豆或者你自己，係咪都係日日撳住個燒控，由朝睇到晚？如果你心入面即刻浮現咗一個人嘅樣，唔好急住走喺下面啊，留個睇緊提自己。呢篇文要睇到尾，因為白全嘅下場可能就係你或者你至親嘅下場。去年白全膝關節做咗手術，術後康復得特別慢。醫生話呢個同佢平時嘅活動量有直接關係，肌肉退化快，體力恢復自然慢。佢躺喺病床度同我講，早知我以前就唔好咁懶。我聽完冇話乜，心裏面諗遲咗講嘅嘢
好多時已經追唔返轉頭框掛嘅道理，唔係叫你日日返工，返到60歲之後仲唔肯放手，亦唔係叫你逞強去做啲你身體做唔到嘅事，佢叫你唔好停低你個腦，你嘅生活重心。你可以退休，唔使再打工搵食，但你唔可以將自己嘅日子全部交俾個電視路控。我70歲嗰陣開始學書法腦，實講第一年寫得好核突，手震字歪歪斜斜，成隻字好似跌落水道咁。有次仲喺同輩面前俾人笑，你呢隻字好似隻雞喺度爬咁，你確定係你自己寫㗎？我當時面都紅埋，成晚都唔開心，甚至有一刻諗住乾脆唔學算數。但我後尾諗，我而家已經冇乜嘢要爭要贏，仲驚失禮啲乜？我冇放低支筆，繼續寫，寫到而家10幾年，雖然都未有咩出息，未去到掛喺廳度嗰隻水準，但我識得欣賞自己每一筆嘅進步，個腦好似冇停過轉。我仲加入咗一個行山組，一星期行2次，行到出翻身汗，行到同班老友有偈傾嗰種。我哋班老友有時行到山頂，坐低擔杯茶，傾下養生，傾下子女，傾下天下大事，個個都話行完山，個人成日都精神晒。我留意到，凡係身邊識得喐動、識得學新嘢嘅老友，個人精神都特別爽利，講嘢有火，眼神有光。反而長期困喺屋企，日日對住電視嗰啲，衰老得特別快，見一次面老一次。呢個唔係我一個人嘅觀察，我留意過至少7、8個老友嘅例子，都係咁樣嘅走向。自強不息4個字，唔係叫你去逞強，而係叫你唔好放棄自己個生命嘅節奏。你個身你個腦就好似天一樣，日日行日日轉，冇停低嘅。唔係年紀，而係你自己個決定已經。第2卦坤卦講嘅係大地承載萬物，唔理你係垃圾定係花朵，係香花定係毒草，佢都一樣容納，唔會感覺，亦唔會反抗。所以有句話叫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，意思係君子做人又好似大地一樣，有寬廣嘅胸襟，用得低唔如意嘅事，用得低唔啱心水嘅人。我有個老友叫劉太，同個媳婦嗰段婆媳關係一直唔多好，從婆媳本身性格就唔啱，一個心直口快，一個內腎敏感，摩擦難免。要一年新年，因為一件屋企樓事，我到而家都唔記得原因具體係乜，好似係關於鬥利是嘅規矩，定係年夜飯煮咩餸嗰類事。兩個人講咗幾句重話，越講越僵。劉太一嬲，成3年冇同個媳婦講過一句話，逢年過節寧願自己一個食飯，都唔肯行埋去傾，連個孫都少見咗好多呢3年。劉太成日同我哋班老友抱怨，講嗰件事講到爛，我哋聽咗都聽到識背。每次講完佢都話自己唔忿氣，話係佢先唔啱。我點解要低頭？我哋有時想勸佢，佢就話你哋唔明，我呢啖氣係為咗爭翻個道理。我睇住佢血壓由一開始正常，慢慢升到要日日食藥。有次仲喺街市度，突然間頭暈，眼前一黑跌坐喺度。幸好有街坊即時幫手叫白車送咗去醫院，話係血壓飆升，幾乎中風，喺醫院住咗成個禮拜。醫生同佢講，情緒同心血管嘅關係好直接，長期積住怨氣，成日諗住嗰件唔開心嘅事，對心臟嘅負擔唔會細過食得太鹹太油。醫生仲話咗一句，我到而家都記得，你嘅血管唔識分邊個啱邊個錯，佢淨係識得你嬲佢就緊緊。劉太出院之後，我去探佢，佢躺喺床度望住天花，靜咗好耐，然後同我講咗一句，我諗嚟諗去，其實嗰件事而家我都記唔清邊個先講錯，但我呢幾年嘅血壓，我呢次入院就係為咗嗰句我都記唔清嘅嘢，好西翻嚟嘅。呢句話我聽完心裏面震咗一震，3年嘅怨氣換嚟一次幾乎中風嘅入院，而個導火線嘅內容佢自己都記唔清，呢個代價係咪太大？坤卦教嘅唔係叫你冇原色咁忍讓，而係叫你識得放低，放低嗰啲你自己都記唔清點解要嬲嘅事，放低嗰啲已經對你冇任何好處，
淨係喺度麻刺食緊你健康嘅怨氣。大地承載萬物，唔係話大地冇脾氣，而係佢識得將啲嘢慢慢消化翻落去，變成滋養萬物嘅泥土，而唔係將啲嘢放喺表面度，日曬雨淋，越積越臭。我自己都試過類似嘅事。我有個仔，後生嗰陣同我頂過幾次嘴，講過幾句我聽落好唔舒服嘅話，話我老套，跟唔上時代。我曾經有一排見到佢都想擰面，但我後尾諗，我究竟想留翻呢啖氣去到幾時？後生仔衝口而出，可能過咗幾日，自己都唔記得講過乜，反而係我日日對住嗰句說話翻嚟覆去咁諗，先係真正嘅輸家。我後尾學識一樣嘢，你可以唔認同，你可以唔開心，但唔使將呢啲情緒長期擺喺個心度發酵。原來唔一定係為咗對方，好多時係為咗自己嗰副心臟嗰條血管。你嬲一日，你嘅血壓可能都跟住高一日；你嬲一年，你嘅身體可能就要用幾年去補翻嗰個代價。講到呢度，我要問你一個問題：你心裏面有冇一個你到而家都未放低嘅人？一件事、一句說話、一個人，你收埋咗幾多年？3年、5年定係10年？你知唔知？你呢幾年嘅失眠、頭痛、血壓高，可能就係呢筆舊債嘅利息。如果你覺得呢段說話係講緊你，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你放低咗未？定係仲揸實唔放？寫出嚟嘅一刻就係你放低嘅第一步。唔好睇完就算留一句言當係俾自己一個交代。我喺度等你呢兩件事一動一靜，一個叫你唔好停低個腦個身，一個叫你唔好積住個心。乾坤兩卦係易經嘅頭兩卦，天地陰陽缺一不可。你淨係識得自強不息，冇識得厚德載物，你會活得好拼搏，成日喐動，成日學嘢，但心裏面積住怨氣，一樣會拖冧個身。你淨係識得包容忍讓，凡事都唔計較，冇識得動，你會活得好平和，但個人會慢慢冇晒生氣，個腦慢慢馳弄。好似白泉咁好人好姐，但已經冇晒火。要兩樣一齊做到，先夠天冇地，萬物冇處安身；地冇天，萬物冇氣可生。你個人一樣道理，冇動力會扭，冇度量個心會病。我望住白泉同劉太嘅路，再望翻自己，我明白一樣嘢：長壽從來唔係靠運氣，亦唔淨係靠食得健康、瞓得夠。呢啲固然重要，但真正嘅根基係你點樣對待自己每一日嘅生活節奏，同埋你點樣安放自己個心裏面嘅怨氣。一個喐動嘅身配一顆寬廣嘅心，兩樣加埋先係真正嘅養生之道。65到75呢10年你仲有力，仲有選擇。你今日揀嘅路唔會即刻見到效果，但10年之後佢會決定你係精神奕奕咁行去90幾歲，定係一日日困喺個沙發，又或者一日日困喺個怨氣入面，等啲小病慢慢變大病。我唔係寫呢篇文嚟打發時間嘅，我今年80幾，我用咗大半世嘅觀察，加埋2個老友嘅親身教訓，先寫得出呢篇文章。如果你睇到呢度覺得有用，你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俾個讚呢篇文，唔係為咗我，係為咗提你自己。你今日認同嘅道理，唔好聽日就唔記得。讚咗佢，佢會留喺你嘅記錄度，第時可以揾翻出嚟睇。你呢一刻嘅一個讚，係同自己講：我收到呢個道理啦，我會記住。第二，訂閱我呢個頻道，我唔會日日同你講廢話，但我會用我呢對80幾歲嘅眼，繼續同你睇盡身邊人嘅故事，提點你一啲書本唔會教嘅養生道理。你呢一刻唔撳訂閱，轉個頭，演算法就唔會再推薦我嘅文俾你，你同我嘅緣分可能就斷喺呢度。你覺得可惜嗎？如果覺得可惜，而家就撳落去。第3，留言話我知，你屋企有冇一位好似白泉咁，退休之後成日對住電視，個人越嚟越少出聲？又有冇一位好似劉太咁，為咗一件事怨咗好多年都未放低，寫出嚟唔單止係同我分享，更加係俾你自己一個提醒。睇清楚身邊人嘅路，你先會識得揀自己嘅路。
我呢個80幾歲嘅老人家都願意坐喺度打咁大篇文同你分享。你喐一喐手指頭，俾個讚，留個言訂閱埋，不過係幾秒鐘嘅事。但你唔做，下次再想睇到呢啲文，可能就冇機會啦。你揀啦，我喺留言區等你。